香港朋友睇過嚟啦，而家首期5萬就可以攞低我哋一套最新規嘅第4代住宅啦，而且望住我哋一個一線湖景，完全冇遮擋啊！自帶咗我哋7米長嘅大露台啊，平時同屋企人飲下茶、嘆下紅酒，非常之正啊！成個餐客廳做咗我哋南北通透，搭配埋我哋 open kitchen， 顯得非常之通透大氣啊！門口仲帶咗我呢個客房同埋公衛嘅空間，同樣都係做得非常之正啊！呢個位置15分鐘就去到我哋 Sands Club 啦，20零分鐘就返到我哋大橋口岸啦。最令人驚喜嘅話咧，就係呢個主人房啦，270度嘅採光面啦，將觀感採光做到極致啊！3邊落床位完全足夠冇問題啊！仲有驚喜啊，仲帶咗我哋女士們最中意嘅衣帽間、化妝間，仲有洗手間嘅空間噶啦。包括小區自帶咗我哋跨境巴士，直接去到我哋香港太子荃灣噶啦。樓下配套成熟，有埋我哋會所泳池噶。有興趣嘅香港朋友，評論區留言3個6，我發詳細資料俾你。